大家好，我係 Margaret，今日為大家介紹上海智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2650。股份公開發售日期為2025年9月30日到2025年10月6日9點45分，暗盤日為10月9日，上市日為10月10日。保薦人為申萬宏源香港，標股價為66.92至83.63港元，每手股數50股，一手入場費約4223.68港元，集資規模約4至5億港元，市值大約40.01到50億港元。公司簡介方面，智達科技以向汽車製造商同埋用戶提供智慧家用電動汽車充電樁為切入點，開發咗由產品、服務同埋數字化平台構成嘅三位一體電動汽車家庭充電解決方案。根據弗約斯特沙利文嘅資料，按於往績記錄期間企用電動汽車充電樁嘅銷量同銷售額計，公司喺中國排名第一。喺往績記錄期間，按家用電動汽車充電樁銷量計，公司嘅中國市場份額達13.6%，全球市場份額達到9.0%。公司嘅收入主要嚟自公司嘅電動汽車充電樁同埋配件嘅銷售同公司嘅服務，主要包括電動汽車充電樁、安裝同埋售後服務。綜合損益同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方面，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3個月，公司收入為2.17億元，毛利率為16.5%，期內虧損為0.17億元。按分部劃分嘅收入方面，產品銷售收入為1.46億元，佔總收入67%，毛利率為21.6%，提供服務收入為0.72億元，佔總收入33%，毛利率為6.1%。喺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方面，公司計劃將約38%用於建設及擴建公司嘅海外生產設施，約36.5%用於研發，以豐富公司產品同埋服務組合，以及增強公司嘅數字化平台同埋研發能力。約10%用於併購活動，以提升公司提供綜合能源管理解決方案嘅能力。約5.5%用於升級宣城工廠嘅現有生產設施同埋設備，以容納為新車型而設計嘅產品，包括符合中國、歐洲同埋美國標準嘅新一代乘用電動汽車。約10%用於包括營運資金需求在內嘅一般企業用途。從投資角度嚟睇，新股部門給予2650上海智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4星評價。達科技作為全球家用充電樁銷量龍頭，具備顯著嘅市場份額優勢同埋行業先發地位，但係其持續擴大嘅虧損、高企嘅資產負債率同埋客戶集中風險，對長期價值增長構成實質性制約。從投機角度嚟睇，新股部門給予2650上海智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5星評價。公司通過港交所聆訊之後嘅上市預期，新能源充電行業政策紅利或者帶嚟短期交易機會。綜上所述，公司建議嘅認購策略為孖展認購。本人李曉賢為證監會持牌人士，以上內容純屬個人意見，唔構成買賣邀約。